喂，大家好啊！我哋開始第21課會話文解說。咁我先正常速度讀一次啊。佢今課嘅標題係私もそう思います。あ、サントスさん、久しぶりですね。あ、松本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か？ええ、ちょっとビールでも飲みませんか？いいですね。今晩10時から日本とブラジルのサッカーの試合がありますね。ああ、そうですね。サントスさんはどちらが勝つと思いますか？もちろんブラジルですよ。そうですね。でも、最近日本も強くなりましたよ。ええ、私もそう思いますが。あ、もう帰らないと。ええ、帰りましょう。好，咁我哋嚟開始解說嘞噃。今次又係松本山道士好基友，今次佢哋喺條街度偶遇啦。啊，サントスさん、久しぶりですね。咁呢個啊就係表示佢有啲意外啦。有啲驚訝喺條街度撞到山道士啊！喂，山道士，然後山トスさん就係山道士先生啦。久しぶりですね。嗱，佢係咁樣嚟嘅。久し係來自形容詞嘅久しい，就係表示一段好長久嘅時間。然後ぶり就係表示相隔咗前面提及嘅時間之後，再一次出現同樣嘅情況。嗱，所以久しぶり加埋佢其實係冇任何見面啊、見你啊、撞到啊嘅字眼嘅。但係你可以諗啦，我喺條街度撞到你，然後再講呢句表示隔咗一段長時間之後又再次發生，咁發生咩事呢？咪就係表示發生見面呢件事咯。咁所以久しぶり咧，唔一定係老諷我哋顯示，好耐冇見喎咁噶嚇，佢冇見嘅字眼㗎。你可以講久しぶりに運転する，或者久しぶりの運転だ，你都可以講話事隔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再去揸車咁都得嘅。所以記住啦，久しぶり唔一定係解好耐，隔咗好耐時間再一次見面。咁只不過喺呢度真係大家兜口兜面撞到喎，又真係隔咗好耐喎。咁喺呢度先至解做好耐冇見啫。所以記住啊，久しぶり唔等於好耐冇見嘅。OK， 咁所以我會選擇翻譯做喂，好耐冇見喎咁啦。咁然後因為久しぶり佢嘅詞性上面係名詞啊，咁所以喺個禮貌型度結尾要加翻個des啊，佢唔一定係是嘅意思嘅。咁你名詞再結尾嘅話，你要加翻個 des 落去嘅，呢個就係禮貌型啦。然後呢就係表示當下留意到啲乜嘢，醒起啲乜嘢，咁我譯做喎咯。所以第一句好簡單啦，就係喂，山道士先生，好耐冇見喎。咁啊，山道士一樣啦，一樣係有啲詫異，有啲意外撞到松本咁啊。喂，松本さん，松本先生啊。お元気ですか？呢個お係表示尊重，因為當你問及對方嘅狀態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哋係會加個お嘅，但當然你唔加得嘅。元気ですか？一樣可以加個お就係表示屬於對方嘅狀況啫，唔加都得嘅。元気就係精神啦、有活力啦、健康活潑啦，です係啦，卡係問句嗱，所以其實佢個意思係你身體健康嘛，你身體好嘛？你有活力精神嘛？咁但係中文唔會咁講啊，中文譯做你點啊？或者你好嘛？咁啦，咁所以成句就係喂，松本先生你好嘛？就係表示對對方問題表示肯定啦。咁你問我好嘛啊嘛，咁即係幾好啊幾好啊，托賴出陀就係表示少少啦、稍微啦、係咁意啦，即係其實一陣間嗰個活動唔會阻你好多時間嘅啫，咀嚼舊咁嘅啫，唔會話聚好耐嘅。然後ビール就係啤酒、小麥汁咯。嗱，デモ有少少難搞啊，因為呢個翻譯唔到嘅，佢係表示之前提及嘅嗰個啤酒呢樣嘢，唔係我最主要想邀請你做想飲嘅嘢。我而家最想做嘅係同你聚舊，我只係隨便求其
拋一個方式出嚟去敘舊啫。你唔一定要飲酒嘅，你打邊爐都得㗎，睇場戲都得。睇場戲唔得，去公園散步都得㗎。咁所以個 demo 就係話俾你聽，佢唔係主要想做呢樣嘢，只不過係屬於我想做嘅嘢裏面其中求其一個例子啫。唔飲啤酒都得嘅啫，飲糖水唔得咩？咁所以冇辦法翻譯嘅。飲みませんか？咁啊，ませんか係屬於一個邀請句，即係話邀請對方飲啤酒啦。咁所以成句加埋就係，喂，我幾好啊，不如去飲杯啤酒敘敘舊啦。いいですね，いい即係好啊嘛，です即係係啊嘛，呢就係表示對對方嘅認同。我都覺得飲酒敘舊係好主意啊，咁所以都係譯做和咯。咁所以就係，喂，好主意喎，咁啦。咁然後呢度就應該係揀咗間酒吧啦嚇。今晚呢10時10點鐘，から就係表示開始嘅時間。10時から咪就係由10點開始啊。咁由10點開始有咩事發生呢？日本とブラジルのサッカーの試合，日本同巴西的足球的比賽。咁即係話日本對巴西嘅足球比賽。然後があります就係表示有呢樣嘢，有呢個活動。呢好關鍵啦，就係表示佢呢一刻醒起。當然有可能係見到酒吧嗰啲單張啊、電視嘅宣傳廣告之後諗起嘅，佢係知嘅，但係佢啱啱醒起，所以都係譯做和咯。咁加埋成句就係，咦？今晚10點鐘開始有場日本對巴西嘅足球比賽喎，佢醒起呢樣嘢，然後そうですね，即係表示松本佢本身係知嘅，你咁樣講一講，係啊，我都醒起，そうですね就係認同對方講嘢啦，就係係啊，山道士さんは咁即係山道士先生係主角咯，咁我直接用翻你，どちら？どちら咧有個使用上嘅條件嘅，就係一定要係提供咗選項之下揀一個。譬如而家有兩個選項啊嘛，日本同巴西兩個選項揀一個，一定要係現場有選項嘅情況下先用得どちら嘅。譬如我俾啤酒同埋可樂你，我問你どちらが好き，咁你就可以揀啦。然後勝つ就係勝出啦，加就係表示個執行人嗱，佢唔係主角。佢係執行人，因為你關注嘅係呢場比賽嘅勝負啊嘛，所以個加就係表示由邊一隊由邊一個勝出咁解。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，我可以譯做由咯。然後拖就係引述個內容，後面嗰個動詞係你覺得你認為啊嘛，個拖就係引述翻你認為你覺得嘅內容啦。思います就係認為啊，覺得啦。卡就係問句，好，所以加埋就係，係啊，咁你認為會由邊一隊勝出啊？もちろん就係表示啲理所當然嘅事，你問嚟都多餘嘅，我巴西人嚟噶嘛，理所當然支持巴西隊啦。ブラジル即係巴西隊啦，咁我加啲字眼啦嚇，由巴西隊勝出啦嚇。です就係啦。我就係表示我係特登話俾你聽，我要你知嘅，咁我可以譯做啦咯。所以成句就係，梗係由巴西隊勝出啦。そうですね，就係我認同你成句講嘅嘢，我同意你成句講嘅嘢，咁都係嘅咁。でも就係表示一種心態上面嘅轉折啦，因為上一刻我好認同你嘅，巴西好犀利。巴西好抽勁，但係心態上你諗翻轉頭又覺得，喂唔係喎，咁你即係睇小我哋日本隊啫喎，我哋冇可能贏咩？所以呢個 demo 係心態上嘅轉折啦。咁所以你可以譯做，但係俾啲感情。最近即係最近咯，日本即係日本隊咯，魔就係你巴西隊好勁之外，日本隊都好勁啫，咁即係都啦。強くなりました強くなりました，咁係來自強い變成強く再加なりました，咁強い就係勁啊嘛，なりました係變成啊嘛，變得啊嘛，咁所以強くなりました
就係變得勁咗。然後 yo 同樣都係我話俾你聽，我要你知嘅。咁你可以譯做啊咯。成句就係你咁講都啱嘅，巴西隊真係好鬼勁。喂，但係咁，最近日本都變得好勁啊。就係認同對方咯，就係哦，係啊係啊，日本隊好勁啊。私もそう思いますが，私即係我啦，も即係我都係咁諗嘅，我都同你一樣諗法。然後そう思います，そう佢係愛嚟取代咗對方所講嗰句嘅說話，就係日本隊好勁，即係我都係咁諗噶，個咁就係取代咗日本隊好勁。思います就係我認為啦。就係表示個逆接，就係雖然我認為日本隊都好勁，雖然我都認為日本隊好勁，但係嗱佢又冇講出口啦，冇講出口啲咩啊？但係都冇可能贏我哋巴西隊啦嘛，佢冇講出口啫。然後一樣啦，表示驚訝，佢有可能係呢刻睇一睇個手錶或者望望個鐘，就驚訝原來喂好晏啦喎，翻去睇波啦噃。咁啊，帰らないと，佢係來自帰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嘅省略版嚟嘅。咁啊，成句拆咯。帰らない就係唔翻去，托啊，雖然23課先學啊，但係我哋暫且記住係乜乜的話先嘅話。いけません即係唔掂，搞唔掂嘅意思。咁啊，帰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即係表示喂唔翻去嘅話唔掂。咁何謂唔掂啊？唔掂就係會有後果嘅，一定會有負面後果嘅。咁你咪真係睇唔切個球賽啊，俾老婆打啊咁之類啦。所以如果你以後想講話一定要做某一樣嘢，唔做有後果嘅話，你可以用呢個方式啦。ない型ないけ再加個托，薬を飲まないと，喂唔食藥唔掂，有後果嘅喎。宿題をしないと，喂唔做功課唔掂，有後果嘅。最後個麼就係表示嗰個行為去到一個應該要執行嘅時間，再唔做就趕唔切噶啦。咁你可以話もう薬の時間です，就係喂小明夠鐘要食藥啦噃，4點鐘你要準時食藥嘅話，咁即係3點11，差唔多夠鐘啦噃。OK，咁所以翻嚟呢句就係你都啱嘅，我都係咁諗。咦喂，大鑊！唔翻去唔掂啦，咁啊帰りましょう，即係認同同意對方啦，就係係啊，然後帰りましょう，咁個ましょう係提議啊嘛，咁啊即係不如乜乜，係啊，咁不如埋單走佬啦，咁啦，明唔明白？明嘅我哋成課慢速讀一次啦噃。サントスさん久しぶりですね。松本さん、お元気ですか？ちょっと、ビールでも飲みませんか？いいですね。今晩、10時から、日本とブラジルのサッカーの試合がありますね。そうですね。サントスさんはどちらが勝つと思いますか？もちろん、ブラジルですよ。そうですね。でも、最近日本も強くなりましたよ。私もそう思いますが、もう帰らないと。帰りましょう。OK，咁我哋下一課再見啦噃。